各位兄弟平安，咱过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。疫情大家烦恼疫情啦吼。咱嘛是要注意到，咱即马这礼拜已经顶礼拜开始就是大灾节期啦吼。咱开始要听候主受咱告我的这个时期嘛已经到吼，所以咱备办心，咱来开始咱今日敬拜。请大家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流书文典伫阮这个岛屿，流书人民伫阮这个岛屿，互阮伫疫情遮艰难的时，全世界疫情遮艰难的时，阮伫台湾有缘保守有阮一个健康的环境。你的特别人民，我们为着这感谢你。主过来也是，你要骑驴入耶路撒冷，你要行着死路受定的日期。主，伫这个时阵，阮也要来纪念这。求主你，互阮伫这个时期，通安静来思考，来反悔认罪，听候主为阮告我。这时，我们开始阮今日的礼拜，求主照顾、看顾阮伫遮这个这段。这时，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会惊吓无？有主通靠，会惊吓无？袂，我靠主，毋免惊吓。主讲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是你的溃烂，是你患难中就是的帮助。咱今日来宣告，宣告咱的上帝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眼光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常呼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。上帝是咱所倚靠，是咱的灯牌，是咱的眼光，互咱头也悬的主。主讲：你倚靠我，我要保护你到底。主甲咱伫地，毋免惊吓，伊是咱的灯牌，是咱的倚靠，互咱完全得胜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我要时常呼求你的名，你是我的灯牌，是我的眼光，可是乎我头也悬的主，虽然对着为讲的话。
感谢主上帝，差遣伊的圣囝到世间，为咱真侪赎罪祭，互咱会当阁讨转来到爸上帝的面前，称做义。我要笑念主的疼痛，我每日要笑念主你的仁爱。我是你羊调的小羊啊，你时时拢甲我伫地，无离开我。虽然有危险艰难临到，但是主你拢甲我伫地，你拢无离开我。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是我的医治者，我要信靠你到永远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我每日要笑脸你，求主现行来教示咱，互咱搁较知主的疼，互咱搁较会当进入伫主的内面。求现行运行奉献伊的教会，伫即个世界，互教会分享起来。
得到奉献，得到徛在，咱会当传主的福音到大家咯。所以主讲，困的人着醒，对死人中起来，就基督的光要照你。这是三角来吟诗，圣诗309首，圣诗309首，阿罗关灵上主。阿罗关灵上主，拆除惊吓围墙。自入人心，诚侪一家，
7夜，主祷文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的启应，请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5篇。启应文第15篇，也就是诗篇51篇。启应文第15篇，同齐来启应。上帝啊，你的疼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。我伫母体就有罪。你以爱是心内诚实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安眠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唔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。请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。你无爱成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。这是我同齐来吟诗，圣诗第2首。圣诗第2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全能大主宰。咱着吟诗，齐声学老上主尊名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将你天地甲海，学老上帝至尊至权
心来祈祷。创造天地的大主宰，疼痛我们的上帝，主要求你赦免阮，赦免阮人类是你创造，但是阮却无追求你。赦免阮追求金钱、官兵以及私欲，所以阮造成侪的纷争，彼此的怨恨，离开主你的疼。你甲阮的生活亲像死人。主啊，经过这个疫情，阮心中的惊吓，阮身躯边的人，因毋知影在未来会怎样，因常常生活在紧张、恐惧的这种的生活中间。主啊，这是因为阮的罪，是因为阮离开主你的目睭前，因为阮的心无条件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虽望阮有信仰，虽望阮立志跟对你，总是阮的心中也是不免受到这种的影响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做好管家的身份，将阮应该做的好好来做好，也透过这个疫情，求你激起众人彼此相疼的心，对着原本所重视遐个代志，来改换因的心志，彼此关心，彼此帮助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当阮找无路的时，求你赏赐智慧，互阮通得到透放。主啊，当阮今仔日聚集在这个所在，阮敬拜你，仰望你，求你诚做阮的主，互阮对亲像死人的生命中，会当生根、生肉、定心，得到活气。求你帮助阮，互我会当对阮的厝边、对阮的亲友，或者是阮熟悉久的人，也会当传播这平安的好消息。在阮要庆祝国华节这个季节中间，求你互阮在这个节期的中间，搁较互亲切的体验。主，你是赢过死亡的主。主，你是赢过所有权势的主。求你互阮新的生命、新的眼光，以及新的生活，互阮逐工活地是为着你来活，互阮开喙就是为着要吟诗学乐你，互阮心中的平安，诚做阮生命中每一天的脚步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求你互阮会当做传播福音的使者，互阮日日欢喜快乐，将你的福音带互阮身躯边的人。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赏赐阮气力，互阮逐时阵甲你相同行。祈祷奉主耶稣叫圣名的求。主
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，新约约翰福音第11章，伫咱台语汉语本新约的部分120页。约翰福音11章，咱要对43节读到45节。约翰福音11章43节，讲煞就大声嗷叫讲：拿撒勒出来！死人就出来，手骹扎布，面包巾。耶稣甲因讲：透开，互伊行。第45节，就近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代志，多信伊。好，咱搁来看第2位的圣经，同款是记载伫新约罗马书第8章。新约罗马人书第8章是伫咱台语汉语本新约的部分177页。罗马人书第8章，咱要对第6节看到11节。罗马人书第8章第6节，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搁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，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袂为降服。搁惦伫肉体的，袂为互上帝欢喜。独独上帝的神，若徛起伫恁，就恁无惦伫肉体，是惦伫神。无有基督的神的，毋是伊的人。基督若惦伫恁，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神因为伊活。独独互耶稣对死人中国活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恁，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国活的，也要将伊的神就是徛起伫恁的，互恁为死的身躯国活。过来，咱看第3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，伫咱台语汉语本第旧约的部分958页。以西结书第37章，咱要对第5节读到第10节。以西结书第37章第5节，主耶和华甲这的骨安尼讲：看啊，我要互活气入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活。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，搁互恁有肉，搁用皮甲恁包，用活气入伫恁，恁就会活。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对安尼，我趁命令来宣传。当我在宣传的时，有声忽然地动，这的骨3联合，逐支归伊的本位。我看见骨的顶面有筋，也有肉，搁有皮包伫伊的顶面，总是内面无活气。伊就对我讲：你着向风来宣传，人子啊，着宣传来对风讲。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活气啊，着对遐个风来，分伫遮个受台的，互因为活。对安尼，我照伊所命令我的来宣传，活气就来入伫因，因就活，起来徛，诚侪极大的军队。读圣经到伫遮，这是献诗，请张信仪姊妹来献诗。伊所要献的诗是新圣诗587首。
请黄忠健传道师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“四字国话”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大斋节期第5个主日，后礼拜就是咱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，过来就是国外节。伫即个大斋节期的尾期，咱犹原用上界虔诚、甲悔改的心志，咱们来透过上帝伊亲身文字的教示，也就是圣经话语，咱伫今仔日要来领受，咱圣神伫咱当中，甲咱来引带，咱三个来祈祷。阮伫天上的爸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保护甲照顾，互阮通阁有健康，阁有平安，阁有一摆来伫你的殿来敬拜、学乐你，求你引带帮助阮，伫艰难中，阮更加要单单仰望你，来经验你的奇妙作为，甲你丰盛的恩典赏赐。我要将煞只的分享摆列伫你的脚前，求你施恩赐福，坚固阮的心志，按照你的旨意，行伫你所要引带阮的路顶，互阮明白你的意思，甲你要着阮行的路。感谢天父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伫大斋节期，阁遇到武汉病毒的大感染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看到真侪国甲国因的合作的牵线，咱嘛看到人甲人因中间的变化，全世界的处事拢有真大大的变化。会改变到什么状况？是毋是入来到世界的落尾？讲实在，无人会当知影。但是咱知，这拢是上帝主权的彰显，总是上帝的旨意。伊毋是咱的旨意，上帝的道路嘛毋是咱的道路，所以咱袂当明白，咱嘛毋免着了解，咱所爱做的，咱只有放着咱的祈祷，伫祈祷中，咱着目睭金金，咱着点点甲看。咱来看咱的上帝咧展神通，伊要显神力。咱是受警调的种族，咱是上帝的子民。咱只要做咱伫天上的爸，伊所欢喜的代志，安尼就通来得到天父所应允咱的保护甲照顾。特别伫即个大斋节期，就是咱反省、认罪、悔改、灵修的上好的时期。透过认罪悔改，来坚固咱甲天父的结连，来超找上帝的旨意。特别伫咱后礼拜开始，就要来孝念咱对世人中阁活的耶稣基督，嘛要阁一摆来经历伊
对死的苦难中，搁活的荣耀。所以，咱今仔日特别也要用约翰福音、以西结书、甲罗马书3段的经文，咱们来敲出上帝伫生甲死中间，伊要互咱的教示。咱大先来看死，伫这3段的经节当中安怎讲？咱先来看拉撒路的死。伫咱今仔日约翰福音第11章的经文中，有一个人名叫做拉撒路，伊破病，伊住伫伯大尼。伊就是马大甲玛利亚的小弟。这个玛利亚就是捌坐伫耶稣的脚前，听伊讲道，搁捌用香油膏抹伊，搁用伊的头毛来拭伊的骹的迄个玛利亚。啊，这个马大就是真够主接来款待耶稣的马大。那么，这两个姊妹，伊找人去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所听的人破病。耶稣听到就讲：这款的病袂抵到死，是要显明上帝的荣光，通互上帝的囝对这项代志来得到荣耀。伊虽讲听到拉撒路破病，但是伊继续伫遐耶路撒冷，搁住2日。耶稣到伯大尼的时，才知影拉撒路已经死，埋葬伫墓内4天啦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差不多有3公里。那么真侪犹太人因为马大甲玛利亚因的小弟的代志，来到伯大尼来安慰马大甲玛利亚。马大听到耶稣来，就出去甲伊迎接。马大讲：主啊，你若伫遮，我的小弟伊就袂死。这就是咱这段经节咧讲拉撒路的死。咱搁来看以西结安怎讲死。上帝大能临到以西结，上帝的神带以西结来到山谷中，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。上帝带以西结对骨头的四周围来经过，互以西结来看到山顶遮尔侪满满的骨头，这骨头真稀微，嘛真孤单。上帝对以西结讲：人子啊，这个骨会活袂？以西结甲讲：主耶和华上帝啊，这只有你才知。以西结是甲耶利米共时代的先知，因拢是伫南国犹大灭亡的时，以色列人被掠去巴比伦，圣殿被毁坏的时的先知。耶利米无互掠去，耶利米留伫耶路撒冷，但是伊预言70年后，以色列的人要搁返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以色列是互掠去巴比伦的先知，伊互掠去巴比伦了后，伊的喙齿念着伊的顶頷，念着，互迄
拖袂讲话，有5年的久。那么上帝带伊看满山满谷的高大骨头，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受了了后，若失去了对生命的意义，甲人生的愿望，就变成是迄个高大、过无气的死人骨头。这就是以色列所甲人讲的，迄个无气的死人骨头的死。煞接伫保罗马书保罗，今仔经文伊甲咱讲，这个死是安怎死？保罗讲：你若听趁你的肉体的欲望，安尼结果就是死。你若是顺趁伫圣神的引带，安尼你会得到活命，你会得到好梦。所以，顺趁你本身肉体的欲望，就是正做上帝的对敌。因为安尼就无法度去顺服伫上帝的律法。顺服伫人肉体的欲望的人，伊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所以这若你若顺趁你本身的欲望，安尼这就是死。所以这是咱保罗甲咱讲的死。所以咱看到拉撒路的死，甲无气的死人骨头的死，啊搁去顺趁你本身肉体的欲望的死。那么这三种死，是咱咧面对咱家己的软弱、甲有限的时，咱咧警醒的当中，定定咱拢会去触摸到的内容。我嘛有甲大家分享过，伫大斋节期，咱基督徒有真侪人会选择用禁戒来纪念这个大斋节期。禁戒有禁食，有禁欲，有禁足侪种。个人的感动无同，伊的禁戒就无同。不过禁戒的焦点，毋是干那伫欲望的限制安尼尔，而且你还阁表明出你甲上帝的委身，甲上帝的连结，要安尼去坚固咱的灵，甲咱三位一体的圣神、圣囝、圣神结，希望来搁较来努力地完成伊所指派、伊所互咱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我嘛有建议大家来选读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这本册，来正做灵修，嘛正做咱的悔改。奥古斯丁，伊早期是摩尼教的人，伫30岁迄年，伊对着米拉诺的主教安波罗修来学习天主教的信仰甲神学，所以伫30岁以前，伊毋是天主教，毋是基督教，而且伫30岁迄时，就甲一个甲伊的情人同居10几冬。伊研究了各种的宗教、哲学，
了后，伊有心要来信奉天主教，所以到32岁时，伊的性命有得到恢复。33岁来受洗礼，所以伫忏悔录当中，伊去描述伊内心安怎挣扎。伊迄个突然间受到上帝引带，来克服迄个心中的犹豫、不定，无法度下决心，来加入基督教的种种的情形。当时是主后的380年。那么伫奥古斯丁当中，伊的生命当中有2个真要紧的人物，深深影响伊的一生。一个就是为伊流目屎，甲伊击倒31档，伊的老母莫妮卡。啊，搁一位就是即个米兰的主教安普罗修。因将奥古斯丁因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，互伊经历了伊彻底的悔改，就是伫33岁的某一天，伊伫伊米兰所住的厝的花园当中咧散步，忽然间圣灵来甲催逼。催逼伊伫心内咧甲喊，讲你是要等到何时？哪会无爱即时？哪会无爱即时来结束你有为过去？迄个声真清楚甲催逼。即时伊拄仔听到隔壁有囡仔咧读册，迄读册声真大声，迄个读讲。摕起来读，摕起来读，摕起来读。所以，伊就无张图，就那摕圣经，新约的圣经，甲掀开，一个掀开就掀来甲罗马书所讲的，不可放言醉酒，不可好食邪毒。不可竞争嫉妒，总是爱亲着耶稣基督。所以，这个圣经的经节就等于，哪像保罗伫大马色的路去互光照，迄样将伊拍醒。因为安尼，伊就来回归天主、上帝，啊，就伫迄年来受洗，就是33年，33岁迄年，啊，34岁，伊转去伊北非来过修道的生活。42岁，伊担任北非希坡区的主教，一直到伊75岁死迄年，拢总33档。伊对基督教有足大的贡献。伊正做是咱初代教会、初代的使徒甲信徒了后，伊上界重要迄个。基督教教义的神学家，那么我对这本忏悔录上大的感动，就是奥古斯丁用放声大吼来忏悔伊有为过去。咱拄则听到，伊伫30岁
就甲人同居10几年。伊的老母为伊流目屎祈祷31冬，所以这本册嘛有人叫做目屎的册。伊用一粒绝对的诚实，甲完全透明的心来面对伊家己31年有为过去。甲伊真相款的，我有51冬放荡的年代，所以我看这本册，互我有足大的感动。我的确就要来学习伊忏悔的态度，甲伊所用的方法，望会当来超找到生命会重新的起做。所以我会将这本册来介绍大家，来望这本册会使成做咱伫大台这期的境界甲灵修，成做咱的帮助。我有伫顶礼拜甲即礼拜2礼拜的周报的上尾一页，来写段文，分做2篇，顶下2篇来分享我的感动。嘛，真欢迎大家来参考。即摆我订读这本册，我犹原搁领受到足大的冲击，甲心的感动。所以，我以后每一冬的大台节期，我拢要搁订读一摆，来互我无去袂记即当初悔改的心。拄好伫遮，伫大家的面前，我甲大家宣告我即个心志。望我逐年拢当一摆，当去甲迄个初心，当甲迄个忏悔，来互生命搁一摆反转，来互生命搁重新的起做。感谢天父。那么伫忏悔录，咱看到奥古斯丁，伊是等于对世人中国话，来成做咱上界伟大的神学家之一。当咱搁转来看，咱今仔日经文中所讲的国话，伫马太福音，虽然拉撒路死，不过耶稣甲马太讲：“你的小弟会搁活起来，我是搁活，我是活命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，要搁会活。所有现在伫活来信我的，伊就永远袂死。你有信吗？”伊安尼问马太，马太甲讲：“主啊！”你是基督，你是迄个伫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。马太讲了，就转去叫伊的小妹玛利亚来。玛利亚来看到耶稣，就趴伫涂骹，甲伊讲：“主啊，你若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。”了后。因大家就带耶稣去到墓遐，迄个墓有一个墓石甲塌的。耶稣就命令讲，甲迄粒石刷开。马大人讲：“主啊，已经4天啊，已经臭啊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竟无甲恁讲，你若信，你会看见上帝的荣光。”因就迄粒石头，甲刷开。
讲煞，耶稣大声喊：拉撒路出来！迄个死去的人，伊就出来，伊的骹手担着布，佢用面巾包着。耶稣讲：甲伊头开，互伊行。所以咱伫遮，咱看到拉撒路，伊伫死人中佫活过。不过，这段经文毋是在讲耶稣在行神迹。这段经文，耶稣是要互大家会当来相信，伊是上帝所差派的迄位。所以大家看了，拉撒路佫醒来了后，大家就真相信，就相信讲耶稣就是弥赛亚。啊，要互大家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就是这本约翰福音，规本的约翰福音，伊上重要的重点，这是拉撒路的国话。那安尼，拉撒路过活了无偌久，伊就牺牲伊家己，耶稣就牺牲伊家己，用伊的活来成全普天的对罪来死的人，互因分别做成，来得到国活，来得到救。而且，佫较要紧的。是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回报耶稣基督对咱这款的疼？这是咱伫大灾这期，咱爱好好思考的代志。继续，咱来看以西结的国话。伫上帝甲以西结讲：人子啊，这个骨会活袂？以西结讲：主啊，这敢若你知影。做了后，上帝就叫以色列用着风来宣传，讲主耶和华安尼讲。活开啊！对遐个风来，分伫遮个受台个，互因会活。对安尼，以西结就照上帝的吩咐来宣传。活开，就入去了遮个高大个骨来当中，伊就活，伊就徛起来，成做足大个军队。上帝佫讲。人子啊，这个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。看，因讲，阮的骨拢高大，阮的五望拢失落，阮一尽剿灭。上帝就甲因讲：我的百姓啊，我要开恁的梦，互恁对恁的梦起来。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。恁就活，我安置恁伫本所在，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所讲的。所以以西结所讲的句话，就是上帝，伊要爱以色列的人民。对受了迄个孤单甲绝望当中，佫徛起来，佫活起来，佫面对新的愿望的国活。
过来看保罗伫罗马书的歌话。拄则咱伫罗马书有讲，就是你若是顺趁你肉体的欲望，安尼就是死。所以保罗甲咱讲，既然上帝的神有点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肉体的欲望，恁就属伫圣性。基督若点伫恁的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来死，但是上帝的圣性会互恁搁活，互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的神，若点伫恁的内面，安尼就会互恁抵到死去的身躯，会当家己搁得到活命。那么保罗咧讲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伊牺牲伊家己的性命，伊来成全普天的罪人，互对罪中死去的人有机会会当搁活。这是保罗所讲的歌话。所以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当中，咱有看到三种的死，咱看到亚撒罗的死，咱看到无开绝望迄个骨头的死，咱嘛看到听趁肉体的欲望的死，咱嘛看到三种的活，就是互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迄个拉撒路会搁活。嘛，互咱看到以色列的人对受掠迄个孤单甲绝望中，来搁徛起来，迄个搁活。嘛，互咱看到保罗所讲的，耶稣基督伊牺牲伊的性命来成全普天的，互咱对罪的死当中，搁来得到活命，会搁活。安尼的财物，对咱伫大灾这期甲防疫期，伫厝内咧灵修，坚固咱的信仰的时，我想的确会有真大的帮助。伫即个防疫的当头，咱就坐坐被压制，袂使讲实在话的人民。咱甲看起来，因就若像孤单搁死去，无气搁拍远的骨头，互咱感觉，当时我会感觉，我嘛替因感觉真惋惜，哪会遮可怜？啊咱，我感觉上帝对咱的恩典实在是真大，伊会使互咱留心在在，咱共参伫属天的奥秘当中，佫会使好好来看、来观察伊拢做美好的作为。即摆台湾的防疫，世界第一，互我有无上的荣耀甲光彩。过去我伫国外的年日，定定为着即本常常互人看无的 passport， 伫外国海关甲因的官员咧争执。不过，毋管拄到啥物款的为难，我拢是感觉台湾较好。不过即摆，毋若敢若较好尔。即摆互咱的感觉
是迄个无上的骄傲，因为咱是世界第一名。即款的感觉，真亲像是对世人中国迄款的讨棒甲荣耀。感谢上帝，我相信这一切拢是咱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，伊的旨意甲伊的作为。主耶稣基督甲咱讲的，你若信，你就会得到上帝，你就会看到上帝的荣光。我甲大家报告，我信。啊，恁呢？恁敢会是？三角来祈祷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是供应万米的天父。生是在伫你，死嘛在伫你，想事在伫你。收回嘛，在伫你。反知即摆疫情，拢毋是你的业力。求你伫大灾这期，甲大瘟疫的时期，赏赐我真侪悔改，转向上帝的困难。我无要献烧化祭，我毋要献你所欢喜的芳芳的赎罪祭，求你降临，来保守我，来得到你的帮助，互阮有够勇敢来面对即摆的艰难。求你赏赐气力，互阮的教会艰难中有缘徛在，互阮的政府艰难中有缘有够个气力来抵抗疫情的攻击，互阮拢总会当来赢过即摆的挑战甲苦难。感谢天父，听阮的祈祷，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这是三角来吟诗，新圣诗537首，圣诗537首，迷路的人着行倒转。迷路的人着行倒转，牢记咱的天父。天国故乡满满阳光，啥人会到迄地？真心反悔，谦卑认罪，这号的人拢
是我来报告。报告的大声，请咱先开周报第2页，咱来读金句。咱金句来读2解吼。周报第2页金句。既然上帝的神有踮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踮伫恁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上帝的神会互恁活。罗马书第8章第9节到第10节。既然上帝的神有踮伫恁内面，恁就毋是属本性，是属圣神。人若无基督的神，就无属基督。基督若踮伫恁内面，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上帝的神会互恁活。罗马书第8章第9节到第10节。来，这个圣经分担，请咱家己来看。下礼拜主日礼拜吼，咱是张主庭牧师要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听甲受苦的道路。过来，请咱掀开周报第6页，咱来看咱的报告。第一是总务组的报告，因为咱教会吼，咱原本设置的迄个监视摄影机吼有损坏检修吼，在这个中间咱考虑咱教会需要，吼，所以咱有增设3机吼，在咱新塘地下1楼以及2楼、3楼出口的所在，咱有增加3机的摄影机吼。第二，咱受难节，吼，咱原本有迄个联合的圣餐礼拜，但是咱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要伫咱本会第4月10日暗暝的8点，吼，咱要来举行受难日安静的一个祈祷会，吼，嘛欢迎兄弟参加。迄天咱嘛会提供 YouTube 顶面的直播，吼，若要参加，咱会当看下骹有一个 QR code 会当扫，吼，时间到的时阵就会当来参加。第三，咱蒸量体温的动工啦，吼，因为咱即马拢有需要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咱所有的会友，所以咱每一遍的聚会中间，咱拢会做消毒甲量体温，吼。咱后壁有一寡日期啦，吼，你若方便的吼，会当来美院长落来报名，吼，咱也安排适当的帮站，吼，就是摕咱礼拜开始的时阵第下骹，吼，甲大家做量体温，甲提醒大家用干洗手，吼。第四吼，咱因为疫情吼，咱聚会有一寡提醒的事项，吼，请咱家己来看，吼，因为遮么多吼，我无搁念，请咱大家家己来看，吼。遮其实嘛是伫咱居家的时阵，咱爱注意啦，吼，即款物件其实摕转去你的厝嘛真好用。第5是咱会友防疫期间吼，咱有一个联络的群组，吼，因为疫情咧变化真剧烈真紧，吼，咱可能无法度讲着即礼拜周报就甲大家讲，下礼拜咱可能无礼拜哦，吼，咱可能较无法度及时甲大家讲，所以咱会成立一个小组，吼，一个群组伫迄个所在，请咱尽量来加入，吼，咱厝内上少吼，请你有一个成员来加入，因为万不然呐，在周间的时阵，吼，咱的疫情变了严重，吼，咱的小会可能会决定讲，下礼拜开始咱就无实际上的聚会啊，咱就全部网络啊，但是咱真歹一个一个甲大家通知，所以请你一定要加入这个群组，吼，因为阮会伫群组的中间来甲大家宣布，吼，咱有实际的聚会，或者是无，吼，或者是有其他的通知，拢会伫顶面来讲。第6就是咱有一寡团契已经暂停聚会，吼，这个部分我相信团契已经拢传达互大家知啊，吼，伫时开始，迄就请大家看咱的群组的消息，或者是看咱周报的通知，吼。第7就是咱线上直播的这个网页啦，吼，咱透过 YouTube， 即马就拢咧直播，吼，有一寡会友可能伊若身躯较无爽快，或者是无方便的，即马拢会当透过手机啊，或者是电脑，吼，看到咱即时咱聚会的状况。第8就是有一个蒙主文条吼，咱站米下姊妹的老爸吼，詹耀辉兄弟吼，伫3月25拜三早起6点56分蒙主文条，吼，讲愿主安慰为主。咱定在4月12
上午入念火化，啊11日要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咱关心来倒。过来就是咱的主日是中秋主日，请兄弟未万心。教界消息的部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啊嘛，常常为着咱遮的生育乱中的遗体来祈祷。毋知咱今日有新朋友无？这是咱来吟煞尾篇的诗，圣诗398首。咱吟诗煞，请着伊长老来祝祷，请起立转手。主耶稣基督稳定，上帝听答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硬得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